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老的老婆定，少年的较当兄。意思是老大人比较较定着，少年人较懵懂、较冲动。像2019年大甲妈进香到中华民生路地下道，通宵党这个总裁张万乐为感情票手中接过妈祖乱叫了后，现场就愈来愈混乱，有人弹塑胶杆啊，有的喷咸椒水，甚至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。这个场面连大家镇南宫董事长感情票都控制袂调。类似这款冲突，当年拢发生。警方虽然出动300多名警力，依然难以阻挡，只能将闹代志的少年人带登去警察局。老大人呢，伊就袂安尼，因为老大人人生经验较丰富，比较较袂互人利用去。少年人因为经验较无够，较因为一时的冲动付出代价。今日这讲俗语是老的老婆定，少年的较当兄。